你现在要做的，就是把留在你妹妹那儿的把柄都收拾收拾。下面要做什么，我会告诉你。以后你只需要安心的在顾家当你的少夫人就行了。另外，每个月我会给你一笔钱，当做我们之间的合作费用。OK， 成交。我就喜欢你这种识时务的女人。真好啊，终于呀可以出院了。哎，走吧。哎，露露，哎，少爷回家了没有啊？少爷回家啦，他还说让我直接送您回家。是这样的，我好朋友呢知道我今天出院，想约我出去聚一下。啊，可是少爷说了，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回家才行。哎，露露，如果少爷问的话，你就跟他实话实说好了，出了任何问题都由我承担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是好朋友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先走了啊！哎，少夫人，少爷。少夫人呢？少夫人说有朋友约她出去聚一聚，就让我自己先回来了。什么？这刚出院就出去聚会了？哎呀，这个锦溪也真是。少爷，您找我？我去上班了。方叔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方叔，公司的事，一直以来你是跟谁接头的？林理事。林理事，他最近有跟你说什么吗？有吗？您的秘书陆安安，最近一段时间跟常志成走得比较近。常志成，看来这个常志成已经坐不住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好几天没见着我妈了，可想她了。来，护士，哎，苏小姐，我想问一下我妈妈呢？你妈妈刚才来了一个女孩，说是你姐姐把她带走了。我姐姐？对呀，我还纳闷呢，从来都没看她来过，好像叫什么贺锦。出事了，快走！苏小姐，苏小姐。